因为我降级，变量是爱人一样啊。保镖是爱他的形象，为了我对保镖我画了一个规划。爱你这种小动作的，如果没有这种小动作，一直上穿透了，这就是概念。这个概念上多生多结来的就会基因里面的。另外，按照历史学习这个盖子是该这个，那个其实都有机会，那个其实方面，那个叫做阿波呢，那个叫做天天才恶的人。我历史观里面讲，经济恐慌是马里的趣味，所以呢，那个有经验很多，这个所以说，那个我今天重点到底看，到底在统合期待、活体期待不留情，那我们短处不留情，这个呢，完全永续让下去，对不对？短处的用，到重点我马上关。我马上说，你也可以让它改变。你错误了，马上就卡你身上。他记住我们察觉到，他能够很欢喜、很高兴的去接受这个事实。好，往前走。今天的条例。